世人不清楚毛澤東紙老虎理論乃必須包含兩大因素，香港仔打狗棒在這裏不論述了。年薪幾百萬奶孩王天天出席各種各樣場合，發表千篇一律美事演說，錄音機回放口號讚歌，特區政府究竟反智都到什麼程度？政府機構臃腫，人浮於事，例如奶孩王太悠閒沒事做，而只會一個心思打卡出風頭。政府大玩儒術猛增92立法會議員席位浪費公帑，職能很多重疊區議員，他們效益更高，破天荒新增司長、副助理、局長、副助理、政治助理、乜乜七七顧問專家等等太多了。奶孩王實質紙老虎虎。習總和他鄉里蔣介石，河南許昌人，共通點：法卵祈福黨基因，休戚與共，命運與共，共享共贏。蔣介石更加好玩結拜好兄弟遊戲。蔣介石國民黨反動派紙老虎，誰是中共披着共產黨馬克思主義外衣真正紙老虎？習總吹噓自己係新質發展、共同富裕、全過程民主、人類命運共同體、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等等倡議者，李洪志都甘拜下風。習總自吹自擂如此虛張聲勢，實質係紙老虎。誰是真正紙老虎？哈馬斯確是恐怖組織，音樂會上劫持200多樂迷。習總和魏雙雙玩起，站上道德高地上，呼籲以色列不要打擊報復。他們忘記了毛澤東名言：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這完全是馬克思主義世界觀。何況阿拉伯世界早早是他們劣跡斑斑不可救藥軍閥土匪，影衰巴勒斯坦人民。例如，他們利用居民作人盾掩護，醫院當避難所軍火庫，搶奪救濟物資等等。誰是真正紙老虎？習總堅持動態清零不放鬆，海運陸運交通堅持大局為重，休戚與共。即使全世界陸陸續續放開邊境通關，習總好大喜功，害怕背鍋擔責，即使斷供西方供應鏈，究竟誰是真正紙老虎？習總站上道德高地，呼籲俄烏雙方停戰談判，不要擴大戰爭。當時香港仔打狗棒，呼籲普京必須運用戰略核武器，這是唯一震懾美帝西方一步一步插手加碼扶持烏克蘭。他們目的消滅俄羅斯，美帝西方不會為烏克蘭跟俄羅斯同歸於盡，因為他們通通都是紙老虎。但真正紙老虎係普京，因為他真的相信習總克制和平言論。誰是真正紙老虎？監躉夢紅、文革4人幫做反派，和 AI 絕對紙老虎。好簡單， AI 不是底層的必需品，它只是高端產品。電腦和互聯網今天像水銀瀉地，3歲至90歲都喜歡它。但互聯網經歷泡沫，然後輝煌重生， AI 如何？ AI 絕對必死的紙老虎。習總叫口號好過癮，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然而，當我們今天面對3.3億人口，官方2022年推論患上各種心腦血管慢性病，14.3億人口必須減去30歲以下人口，再加上越來越年輕化程度，這簡直令人觸目驚心。必須清算，清算！習總空喊口號，不做實事，禍國殃民。近年國內預製菜大流行，預製菜即係塑膠包裝的罐頭。最近科學家發現塑膠袋產生的微塑膠粒可達數以億計，當然食品清洗乾淨冇問題。最可怕，預製菜不可能沖洗，裡面醬料跟微塑膠粒產生什麼化學作用？事實上，預製菜這必然絕配，天仙配，漢化後的華夏中原湖人飲食文化。喂，何解預製菜等於湖人飲食文化？稍了解今天北方納入原始粗糙烹調文化，吹噓什麼一切流程標準化、機械化，3分鐘可上菜等等，跟粵菜追求陰陽平衡飲食、新鮮熱辣、繁複精緻、花樣百出的烹調手法等等，湖人飲食文化簡直落後了9條街。
粵菜追求陰陽平衡飲食，新鮮熱辣，例如食材新鮮、清淡為要，不同時節湯水，包括各種涼茶、綠豆水，辯證追求鑊氣。粵菜追求繁複精緻，例如會因應不同食材配上各種烹調手藝，例如要求預先飛水、走油、浸泡、煨上湯，預先照料製1小時以上等等。世上獨一無二粵菜獨特的烹調手藝，例如白灼閃甜、上湯浸、煲仔或鑊仔上、燉煮、燜、燴，例如燴麵、燴牛尾、燴牛脷等等。甌者甌者、椒鹽、屈，例如薑蔥燒酒屈鯉魚等等。可惜今天太多失傳了，包括很多燒臘做法。節錄魯迅小說集，其中祝福描寫封建吃人的禮教，悲劇人物祥林蘇連個自己的姓名也沒有。當再次遭受家庭重創的祥林蘇哀求回老家打工。中共回應漢奸的所謂挑起仇恨和仇日情緒指責，竟然連自己的立場如此隱晦，卑微地解說宣示紀念抗戰勝利係我們對和平的渴望，我們是和平建設者，和平，和平，和平。中共奴顏謙卑地隱晦自己的紀念抗戰勝利嚴正立場，不敢其次鮮明大書特書，揭露今天日本軍國主義回魂。例如拜鬼、政府拒絕道歉、狂加軍費、歪曲歷史真相等等。祥林蘇可因為她接連死了2位丈夫，人們認為她是個不祥的女人，將她的悲慘遭遇當成了茶餘飯後的話題。他們認為她改嫁有罪，刻苦她到了陰間還要受苦，要她去寺廟捐門檻贖罪。然而在祥林蘇湊齊了錢捐了門檻後，人們也依然看不起更歧視她，依舊不讓她在祝福時端貢品。習總祈福黨，人家是看不起你中共大玩儒術低劣的手法，命運共同體、共創、共榮、共富共贏，完全超越以往中共不結盟國策以及國與國求同存異。互惠互利，這是多麼科學 make sense 的國策論述。今天習總一帶一路投資多少？效益如何？香港仔大膽估計賠錢，因已知公開走數的非洲國家不少，係很多第三世界國家。今天很多日偽軍業種反共反華言論之荒謬，令人大吃一驚。國民黨係執政大黨，搞到民不聊生，吸引日本軍國主義侵華。國民政府蔣介石更公開堅持先安內後攘外，抗日必先剿共匪等等對日侵華的取態，令香港仔明白中國歷史上國家朝廷強盛係通過暴君大開殺戒換來的。最典型的滿清軍隊揚州10日，嘉定3逃，留邊不留頭，乖乖聽話。最終祥林蘇在1年1度的祝福中淒然死去，卻仍然沒有受到魯鎮人們的同情。祥林蘇受鄙視，而終甚至於被封建禮教和封建迷信所吞噬的人物。今天華夏中原，南方例外，絕大多數是外族游牧被漢化的後代。原因五胡亂華漢人被胡人殺的和被胡人吃掉的漢人幾乎滅種，因此今天我們看到北方和內陸的飲食文化很多吻合胡人習性，例如蠔飲勸酒、串燒、紅丹丹油淋淋火鍋、烤肉烤餅、紅丹丹油淋淋的食物，香港仔見到都會打冷震，唔生癌和心血管病就怪了。正如蔡瀾所言，原始粗糙的飲食，稍有少許馬克思主義辯證唯物知識都知所謂浪費可恥、節約為榮口號的歷史背景，正是中國改革開放前全國物質匱乏，人民溫飽僅合格，因此對食物的珍惜絕不浪費。然而今時今日21世紀，物質供應太豐富了，形成今天中國通縮和內卷齊齊肆虐。真正馬克思主義者是沒有信仰的，只有科學和實事求是兩種態度。即是今天我們要用科學的態度呼籲國人，不要眼闊肚皮窄，叫多少食多少。習總資質低下。
一生只會玩弄道德綁架，耍小聰明。以下中國城市癌症數據和中國心血管健康與疾病報告不包含2023年和2024年。轉貼東森。中共總書記習近平下令要堅決制止餐飲浪費行為，在全社會營造浪費可恥、節約為榮的氛圍後，中國大陸官媒昨天展開大力宣傳，各地紛紛響應再啟2013年的光盤行動，呼籲拒絕淨煙。轉貼官媒。2022年中國新發癌症約424,700例，男性253,390例，女性229,800例，相當於每天有13,218人，每小時有551人，每分鐘有9人患有癌症，每7秒就有1人確診。轉貼官媒。根據中國心血管健康與疾病報告2021指出，中國心血管疾病患病率處於持續上升階段，推算心血管疾病現患人數3.3億，其中腦卒中1300萬，冠心病1139萬，心臟衰竭890萬，肺源性心臟病500萬，心房顫動487萬，風濕性心臟病250萬，先天性心臟20萬8萬支。轉貼。行政長官李家超出席有關國家主席習近平論教育、習近平文化思想學習綱要近鏡頭溫暖的瞬間繁體版新書發佈會，指特區政府有部署為科教興國戰略貢獻力量，亦有大力推動愛國主義教育。第一，今時今日21世紀，乃孩王為其主旨站台拍馬屁、唱讚歌，把11爺爺曾叫過的口號，即係世上最漂亮、最高大全祈福黨口號，重複一遍叫口號，真係肉麻當有趣。問題是11爺爺其私人19著作銷售收益，乃孩王可分一杯羹。所謂銷售收入究竟如何分配？屬11爺爺個人所有嗎？國家審計局或中共中央紀委是否要表個態，甚至調查？第二，今時今日21世紀，人類最大共識是尊重知識產權、著作權、創作權等等，並加以立法保護之。當然11爺爺其私人19著作亦其中之一受保護。現在的問題是中共中宣部、中共中央人事組織部究竟投放多少資源替其19著作大肆宣傳，以及動員或潛規則了多少黨員幹部購買11爺爺19著作，包括各個政府部門。第三，今時今日21世紀，11爺爺似乎利用職權和潛規則動用國家機器資源替其私人著作大力推銷。當然，任何國家資源的投放，凡涉及國家法定機構運用、政府組織運用，甚至黨組織動員上和黨資產上，也是憲法之內，即一黨專政。原因很簡單，他們完全一切為國家、為全國人民服務，合憲合法。第四，真正馬克思主義者必明白唯物辯證看毛澤東那個年代的個人崇拜，他亦贊同適當的崇拜非常重要，因為那個年代正是中國半封建半殖民。亦像愛因斯坦短期旅遊中國後最直接感覺，中國人愚昧、文盲。然而今時今日21世紀，11爺爺就像皇帝身上的黃袍，為自己披上不挺西裝領帶。習總乃孩王利用政府喉舌為其宣傳自吹自擂，乃孩王誤導港人。事實上，現在香港股市 PE 13倍追大落後全球股市，外資意向輸等於投資輸，中資被美帝威脅而回流港股，港樓價缺乏實質因素支撐等等。阿 Q 黨文宣文否甚至為習總特權唱讚歌，度身訂造皇帝的新衣，呢兩件老嘢可謂物以類聚，難兄難弟。前人總樹，後人乘涼，呢兩件老嘢正掏空政府家底，中共死路一條。今天仍靠龐大政府財政支出投資，即係打腫臉充肥佬。今天中央和地方債務水平非常危險，因為中國家底條件同美帝美元霸權37萬億國債係冇得比。美帝今天仍感覺良好。真正馬克思主義唯物辯證者心中永遠沒有宗教式的所謂信仰，
而只有科學和實事求是這兩種態度。毛澤東徹頭徹尾馬克思主義者。毛澤東說：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即如果閣下辯證唯物主義者，看到當時客觀背景條件下，必然就是靠土辦法深入調研。今時今日，假如馬克思主義毛澤東在世相信世界永遠革命到底，即今天世界永遠在變，必然會精簡政府架構，取消一切形式主義的調研，唱讚歌、個人崇拜等等，並運用高效的手段調研，即係智囊團顧問形式、數據化是、制度化、科技化、審計分析等等調研手段。第一，阿 Q 黨文宣文否近年不停吹噓11爺爺如何珍惜中華5000年文化文明瑰寶云云。11爺爺妄圖推翻毛澤東思想。毛澤東主張移風易俗，學雷鋒、樹新風，百花齊放，推陳出新。例如主張對待京戲藝術要去其糟粕，即歌功頌德帝王將相、沉淪式公子日事等等，取其精華加以繼承。這就是毛澤東對待中華民族5000年文化的態度。第二，11爺爺的無知令人吃驚，完全不清楚。一直以來，我國繁體字正代表古今中外世界公認它是中華5000年歷史文化文明。今天繁體字90%相同於蜀漢隸書，源於篆體，即漢字也。因此11爺爺好大喜功，不學無術，自卑心理可見一斑。那麼11爺爺的目的意圖似乎控訴中共全國推行簡體字，成功摧毀中華5000年文化文明的繁體字。11爺爺資質低下，根本不明白毛澤東全國推行簡體字戰略意義，更不明白何謂中華5000年文化要去其糟粕。恰恰證明11爺爺本質乃封建愚昧固風思想。第三，毛澤東的厲害不是靠叫口號，在於理論和實踐高度融合。60年代尾，中蘇交互發生珍寶島軍事衝突，蘇修大舉陳兵中蘇邊境，核武瞄準中國。毛澤東果斷決定全國深挖洞，廣積糧，全民皆兵。看到這段歷史，很不了解毛澤東當年為何如此勞民傷財。但今天伊朗被以色列吊打，幾十個軍事指揮和科學家被一鍋端，全伊朗更像不設防。終於明白，假如伊朗學毛澤東有備而戰，作兩手準備，伊朗就沒有今天可悲局面。更加證明毛澤東血策英明不是狗噏，令蘇修沒有可乘之機。6月9日，乃孩王接受 SCMP 訪問，關於香港面對美國發起的貿易戰問題，揚言本港不會實施關稅反制，以免摧毀賴以成功的 DNA 云云。然而話鋒一轉，竟然推卸責任，即自己曾經講過的說話，矛頭直指夏寶龍。夏寶龍視像會議要求香港務必緊跟國家大事大非決策，乃孩王原說自己會做正確的事，不會跟隨別人做錯誤的事。大家看看乃孩王如何奸人奶後，逼成哥入大家庭。轉貼，對於長和計劃出售巴拿馬港口業務，李家超說，企業在追求商業利益的同時，亦要考慮國家利益，兩者並無矛盾。如果傷害了一些東西，就會令生意亦受損。他認為大多數商人都知道如何在最大化自身利益的同時，亦將國家利益最大化。李家超以家庭作比喻，正如一個人獲家人支持從事任何職業後，不會回家破壞家中所有家具，這並不符合基本邏輯。巴菲特的愚昧、保守、僵化，
表現在以下5大範疇。第一，巴菲特生存在一個時勢做英雄的大時代。第二，巴菲特說特朗普關稅戰乃得罪全世界75億人口之阿媽係女人偉論。第三，不斷投資石油，迷信傳統產業，錯失科技股黃金時候入市機會，太早手持大量現金，據說現在坐擁3580億現金，凸顯巴菲特保守僵化思維。第四，忽視美國衰退週期倒計時。第五，看不出特朗普已經為美國正式走向滅亡拉開序幕，需時4分1世紀。投資必勝在於長中短棍的戰略精準眼光。Why？ 考 Come on soon。第一，為什麼今天中共大大小小官吏前赴後繼地出現貪腐？原因中共官僚體制臃腫，人浮於事，官員打卡，上行下效。11爺爺上台以來大玩形式主義，打卡浮誇之風盛行，即法治社會必然會受重創，形成全國貪腐肥沃的土壤，這就是根本。今天香港大陸化，回顧1966年李澤鉅被張子強集團綁架勒索10.3億，成哥哥馬上付贖金，事後有記者問為什麼不報警先？成哥解釋，因為最初不聽朋友勸告請保鏢保護，是自己錯。自己的錯成為匪徒綁架的巨大誘因，即是香港人精神，錯就要認，打就企定。成哥只好馬上付贖金。第二，2022年8月修改的新版《中華人民共和國反壟斷法》代替2007年8月舊版的《反壟斷法》，其重要修改內容係加重罰款，另外清楚定義什麼是國內經營者，然而卻沒有清晰界定國內之經營者，即包括外國註冊地是否一視同仁。第三，毫無疑問，香港基本法完全獨立於反壟斷法。當然鄧小平不是神，冇可能預測到今天中共出了個阿斗11爺爺及其4人幫業種。鄧小平又怎會想象出今天香港會出現富豪家族們通通用腳投票的難堪局面？成哥賣巴拿馬港口事件更令香港富豪對香港完全失去了信心。鄧小平可曾會預估4人幫業種不停向11爺爺灌迷湯、唱好、訴說皇帝的新衣，滿足其好大喜功、不學無術的自卑心理？第四，究竟香港基本法刺中4人幫業種的要害是什麼？就是司法獨立和一國兩制。香港基本法獨有一國兩制內容，正正代表香港普通法的靈魂精神，天衣無縫地拒絕中國大陸法系法律管轄。今次對4人幫業種來說，發現香港基本法有很多不足，係急需補充國家憲政立法制約和管轄，那麼唯一辦法就係修改香港基本法。以前湯大狀一句話令香港仔非常認同，法律只是 common sense。唯一就是小市民不像律師、法官等太清楚和了解法律條文、成文法成分和細節等等。香港仔座右銘：萬事萬物一理通百理明。轉貼：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授權香港特別行政區依照本法的規定實行高度自治，享有行政管理權、立法權、獨立的司法權和終審權。香港的司法獨立受基本法予以憲制性的保障。基本法第2條、第19條及第85條明確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享有獨立的司法權和終審權，法院獨立進行審判，不受任何干涉。第一，4月15日是香港第10個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香港有些媒體形容夏寶龍視像會議的講話乃向美帝關稅戰的戰鬥核文，而一些中共文宣文否僭越國家法律，定性關稅戰為戰爭行為，國家安全凌駕一切，即係個人、公司、團體等等必須服從中央命令。第二，令人震驚，夏寶龍言下之意，暗示香港特區政府必須跟隨中央對美帝實施對等關稅，即香港取消零關稅。4人幫業種逼人愛國比反共反華更無法無天。猶記得8964國務院向北京全市發出和實施戒嚴令，
海外反共反華誤導世人，說當日人大會議審議出席法定人數不足，因此6.4戒嚴令不合法云云。第三，為什麼今天中共官吏前赴後繼地貪腐？究其原因係中共體制臃腫，人浮於事，官員打卡，上行下效。11爺爺上台以來大玩形式主義，浮誇之風盛行，即法治社會必然受重創，形成今天全國貪腐肥沃的土壤，這就是根本。第一，毛澤東徹頭徹尾馬克思主義者，即事實是求是，辯證唯物，社會階級在變革，毛澤東倡革命進行到底。今時今日阿 Q 黨仍僵化守舊，認為來往資本陣不可逾越底線，資本開放但有紅線，又如何？即是我們只要準確拿捏資本開放的利與弊。第二，增強外資信心，學習香港簡簡單單稅費，增強政府部門效率，賦予香港司法法律仲裁外資企業在國內的任何商業糾紛和上訴機制。第三，37萬億美元國債，即龐氏騙案滾存，美帝每天要還利息20億，特朗普向全球進口美國關稅大幅平均加30%，令人瞠目結舌。然而這是全世界千載難逢機會送美帝一程。為什麼？原因好簡單，即使全世界產業生產力回流美國，那麼高昂供應鏈、人工貴生產成本、產品結構超高成本等等，美國商品出口如何跟人家競爭？何況這是對等關稅。俄烏戰爭開始，西方國家政客、反動派戰略目的非常明顯，即是不惜人力物力大打代理人戰爭，目的好死俄羅斯。當時香港仔呼籲俄羅斯必須動用戰術核武器，西方國家不會為烏克蘭跟俄羅斯同歸於盡，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